話說已經踏入2016年嘅最後一個月啦，今年 Marvel 最後一套嘅電影咧，將成個 MCU 咧離開咗我哋熟悉嘅地球。而今日咧，我就打算重溫一下2016年 Marvel 電影世界兩部電影嘅精選彩蛋啦。咁兩部嘅電影咧，我分別咧揀咗4個特別有意思嘅彩蛋，而且咧有啲可能係你未聽過噶。首先咧就要睇下4月上映嘅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酷寒戰士嘅洗腦。喺電影嘅開端，我哋見到一段酷寒戰士被洗腦嘅片段，而拎住紅色筆記對住 Bucky 念出呢個洗腦詞嘅就係 Vasily Karpov。喺漫畫裏面呢，佢曾經捲入去第2次世界大戰，幫助美國隊長去挫敗紅骷髏，而佢呢，就係發現 Bucky 並且將佢加以改造嘅科學家，而之後呢，佢就叫咗酷寒戰士去幫助訓練喺紅廳院入邊嘅黑寡婦計劃噶。再睇埋呢本筆記簿入邊嘅洗腦詞啦，分別就係 Homecoming, Longing, Freight Car 19, 17, Rust Benign。Homecoming 呢個詞語呢，似乎就係暗喻緊2017年 MCU 嘅第2部電影啊，蜘蛛俠歸鄉。咁而呢一部電影呢，將會係 MCU 嘅第16部電影。Freight Car 呢，中文呢就係貨運車啊。而好多嘅朋友咧都會講成呢個應該就係暗喻緊美國隊長嘅電影尾段 Bucky 掉進山谷嘅貨運火車啦。蜘蛛俠嘅服裝，蜘蛛俠喺英雄內戰翻到嚟 MCU 呢個家庭裏面，而喺電影入邊 Tony Stark 去拜訪 Peter Parker 嘅時候咧，並且就要求佢加入去 Team Iron Man 嘅陣營裏面啦。當時咧就會見到 Peter Parker 自己做嘅一套蜘蛛制服。而去到去機場嘅大戰片段呢，佢就穿上咗 Tony 所製造嘅蜘蛛裝啦。呢一點呢係同漫畫上面有極大嘅出入噶。故事就要講到 Tony Stark 去支持政府立法，而且就聯絡蜘蛛俠咧去面對公眾去公開佢嘅身份。而內戰嘅期間呢， Peter Parker 從一次喺同 Marlon 戰鬥嘅時候死咗。之後咧又俾人復活翻，之後 Tony Stark 先至透過自己公司嘅技術去製造出一套叫做 Iron Spider 嘅特別套裝。而喺片尾第2個嘅彩蛋裏面呢，蜘蛛俠就打開咗新服裝入邊嘅一個投射器，正正呢就係蜘蛛俠用嚟向罪犯宣告佢一刀來嘅一個彩蛋嚟噶。Stan Lee 嘅演出， Stan Lee 喺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電影裏面呢，片尾嘅第1個彩蛋呢，扮演嘅就係郵差嘅角色，而且呢就將 Tony Stark 講成 Tony Stank。其實 Stan Lee 唔係第一次扮演呢個郵差嘅角色噶啦，喺2015年上映嘅神奇4俠裏面呢，扮演嘅亦都係郵差嘅角色。我諗呢一點冇人講過啦啩。星球大戰嘅亂入。蜘蛛俠喺機場大戰嘅一幕咧睇過，仲記唔記得嗰部好老嘅電影《帝國大反擊》啊？冇錯，蜘蛛俠咧係提及嘅就係星球大戰系列，但係接住落嚟，我喺奇異博士入邊精選咗另外4個嘅彩蛋同大家分享噶。阿加莫多之眼呢一項嘅法寶咧，無論係喺漫畫裏面同埋電影咧，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物品。喺電影裏面咧，佢就係擊退dorMammu嘅重要法寶。佢嘅設計咧同漫畫入邊咧係非常之相似啦，而佢原車嘅設計咧係嚟自 Steve Ditko 喺現實世界入邊參考嘅 The All-Seeing Eye of the Buddha。而 Steve Ditko 咧就係同 Stan Lee 一齊設計 Spider-Man 同埋 Doctor Strange 嘅人嚟噶啦。香港嘅致勝所。作為喺香港土生土長嘅 Amy 咧，其實已經喺較早前嘅奇異博士彩蛋影片裏面咧就講過呢一點噶啦。而今次嘅影片內容咧，除咗喺電影入邊見到香港嘅致勝所好似就係深水埗嘅雷生春之外咧，仲有一個建築物咧係非常之相似噶。我講緊嘅咧就係舊灣仔街市啊。而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嘅灣仔街市咧，其實已經曾經係經歷過2次嘅改建噶啦。復仇者嘅去向。呢一點咧，我從來都冇同大家研究過啊！咁其實喺電影裏面呢，奇異博士偷偷打開咗呢個阿加莫多之眼嘅時候呢，汪就曾經解釋過點解魔法師唔出面幫助去解決現實世界入邊各種嘅意外同埋重大嘅攻擊。當復仇者對抗緊物理性危機嘅時候，一班嘅魔法師們呢，正正呢就係保護緊地球唔受更神秘更有危機嘅東西去入侵地球噶。最後一樣 Stan Lee 嘅演出。
喺奇異博士嘅電影裏面呢，你今次就見到 Stanley 所飾演嘅角色呢，就係一位巴士上面嘅乘客，而佢手上拎住嘅書呢，其實係同奇異博士電影入邊呢穿梭各個異空間入邊係非常之相似噶。書入邊嘅內容呢，大約就係講作者吸食藥物之後呢嘅迷幻遊離歷程噶。今日嘅影片呢，就到此為止啦。下星期呢，我就打算同大家睇下目前 Marvel 電影世界裏面到底係有幾多位係知道滅霸嘅入侵計劃。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同埋我下星期嘅影片係有興趣嘅話，請俾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有任何嘅新資訊呢，我都會喺 Facebook 嘅 fans page 入邊分享。如果你未訂閱我嘅話呢，請你撳埋訂閱啦。Hail Hydra，我係 Amy 啊，我哋下星期二見啦，拜拜。